安娜表示，女人绝对有能力自己开门，但她表现迟疑的时候，其实是期待男人的绅士风度。哦，当她烦恼时，做一个好的听众。烦恼之时，女性最需要男人的耳朵，而不是建议。有道理。男性的荷尔蒙对于女性有极大的吸引力。荷尔蒙。老夫人，时候不早了，您该休息了。是啊，是该早点休息了。您可得好好注意保养身体啊！现在少爷和少夫人的感情越来越好了，说不定啊，能很快就能抱上曾孙子了。是啊，这些都是景熙的功劳。这个孙媳妇儿啊，算是选对了。我得想想看，该给她点什么奖励才好呢。